5日节了后，台东县的天气拢正热热。今年到今，气象署嘛已经针对台东发布17届的小风警报，6月都有10届哦。台东7站今年6月平均的温度是29.3度，是7站以来第3高温哦。雨量嘛比英国还少。离基场啊，即马灌溉用水哦，嘛正紧张。七八尾仔台东气象变化真侪，先是东方海面飘来一大片大雾闪电的乌云，晚7点佫因为西边的日头折射，乌云变作灰红的。气象署台东气象站表示，最近台东的天气上好啊，才较会看到这款的景象，并毋是风台要来的。气象站也统计今年6月份台东县的平均气温为29.3度，佫比以早先悬，而且今年到即马发布台东县17摆小风，6月都有10摆。以今年6月份台东的平均温度，台东站的平均温度是我们有史以来的第3高。气象站也统计6月份累积雨量有62.5毫米，比过去6月平均的160.6毫米，雨量偏少，加上高温，地面水开的蒸发造成花东唱骨的地上关山甲落叶的灌溉用水平均只剩5成。农水署台东管理处已经公告这3个地区，即马起实施分区轮管，可能会造成日期留作种产的时间延后。台东这里虽然偶尔有下一点，可是都是大部分都是属于局部的，而且很快的就马上流到大海去了，所以水没有办法去，也没有集中在蓄水那个集水区。台东县的气温一直真悬，雨佫落得少，天气打扫，提醒民众也爱防范热伤害。记者综合报道。